晨，林 Sir，近期咧香港有好多宗嘅單車嘅傷亡意外啦。咁聽講你一啲嘅睇法，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咧幾年前啦，咁啊我公公咧，其實佢已經離開咗人世嘅而家。咁咧當時我公公咧就好中意踩單車嘅，嗰陣時佢已經80多歲啦。咁佢日日都會喺沙田啦踩到去吐露港嗰段嘅即係公路嗰度嘅。咁但係咧有一日咧佢就係踩車嘅時候咧，佢就突然間喺車上面中風啊！咁然後佢就成個人喺單車上面跌咗落嚟。其實對於一個80幾歲嘅長者，一跌咧係有生命危險嘅。咁但係佢好彩就因為咧當時有個即係識中醫嘅人咧，即刻幫佢用針灸咧幫佢撳人中啊，同埋按啲穴位咧，咁佢就甦醒之後咧仲好奇蹟地康復啦。爭咁緊做咩啊？我知啊，條路你㗎。死啦！趕時間啊，要做啊！我哋行第一步啦。好，知道啦。喂，前面有車，前面有車。弊啦！鑑於林 Sir 公公嘅事件以及頻發嘅單車意外，我哋研發咗一部護衛單車。以下我哋將會詳細介紹呢項設計，保障單車駕駛者嘅安全。我哋嘅作品喺單車上加裝了 LED 燈光系統、AI 自動識別鏡頭、重力加速儀及激光測距器。當駕駛者向右方轉向的時候，會按下右邊嘅按鈕，右後方嘅 LED 燈就會亮起。當駕駛者向左方轉向的時候，就會按下左邊的按鈕，左後方嘅 LED 燈就會亮起。當前方出現交通擠塞嘅情況，駕駛者就可以打死火燈去通知後方嘅車輛。呢個設計就係我哋喺單車前方安裝咗嘅 AI 鏡頭。喺黑夜當中分神的時候，前方一旦出現行人 ，AI 鏡頭就會辨認到並提醒駕駛者，然後就會發出 嗶嗶聲去提醒駕駛者求行人。其次，當 AI 鏡頭感測到前方有車輛的時候，就會響起並提醒單車駕駛者。第三個設計就係我哋喺單車後面安裝咗嘅激光感測器，會發出嗶嗶聲同閃紅燈去防止後面嘅車輛同單車距離過近而發生碰撞。第四個設計就係我哋運用 Microbit 入面嘅重力加速儀，當駕駛者發生意外時，運用 IoT 系統發送信息俾親人，讓親人關注駕駛者嘅情況。